多謝你咁巧，呢個就係我4年前政綱一部分居家安老。居家安老第一樣我講完都要再講，因為未行得到就係要同房屋局講嘅。我希望見到每一個屋苑咧都有一個大型嘅日間中心，大型嘅日間中心仲要開得夠早，早即係7點鐘或以前開，閂得夠夜，夜即係9點或者之後。點解呢？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如果爸爸係80幾歲，行動不便，我可以朝頭早我翻工之前帶咗落去中心，夜晚黑我放工我最多趕少少翻嚟，我帶翻佢翻屋企，咁佢就唔需要去安老院舍，佢可以喺屋企住，日頭有人照顧佢，而日頭照顧佢，我希望見到嘅唔單止係一個普通嘅日間中心，其實而家有，不過太少啦，同埋時間唔夠。呢個中心呢係要生活、照顧、康復集合埋一齊嘅，有嘢俾佢食。有人照顧佢嘅傷口，有人派藥俾佢，可以幫佢做物理治療。我俾錢唔緊要嚇，亦都有社區嘅券可以俾老人家用。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原本因為照顧長者要喺屋企唔出得街或者唔能夠投入服務嘅人士咧，咦？而家佢可以落去呢個中心工作喎，係嘛？佢變咗呢個中心嘅一份子，佢照顧其他老人家。而呢個中心呢，除咗話老人家之外，其實有啲初老可以落嚟做，譬如義工。咁學生放學嘅時候，亦都係去嗰時學習。我相信長者同年輕人會融埋一齊嘅時候呢，可以有更加好嘅化學作用出咗嚟。所以居家安老係要建設成個社會嘅鄰舍關係。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居家安老又唔一定喺香港，有啲人即係我返鄉下得唔得呢？得。因為個鄉下真係佢家嚟，佢自細嚟香港，離鄉別井之後，而家翻去嘅時候，我哋有冇支持佢呢？有嘅，我哋其實已經做咗啦。重點喺幾個方面，喺佢住得舒唔舒服，佢習唔習慣嗰度生活，佢有冇足夠嘅錢，同埋佢有冇好嘅醫療。醫療頭先講咗，我哋嘅長者醫療券係可以俾佢喺嗰度做，俾佢用。我哋嘅廣東計劃係去涵蓋到我哋9個城市，佢喺嗰度咧，喺翻到自己嘅鄉下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可以攞生果金啦，攞長者生活津貼啦。然之後，佢如果住得唔習慣嘅時候，半年之內翻嚟香港，佢一間公屋都唔會俾人收咗。所以不論喺香港，時間到。